小姐，主母唤您过去。拿笔来。我穿进这本书已3年，原主江时月，才情美貌，幻绝京城，却是红颜薄命的炮灰。存在的意义就是成全女主，也就是她的长子江瑶儿。父亲为攀附侯府，逼他与死人冥婚，而长姐江瑶儿却借着这桩婚事戴上了太子妃的凤冠，全家享尽富贵荣华，江时月却被定死关中，凄惨而死。真可谓牺牲他一人，幸福一大家。我辛苦遮掩3年，可不能再成炮灰。这一次，我要把握自己的命运，改写结局。二小姐，主母都等你许久了，马上到。顾侯爷家的长子有意聘你，你意下如何呀？我都丑成这样了，还要把我绑去冥婚啊？不行，我得想办法拖延下时间。侯爷家长子，听下来自然是极好。只是选秀将至，按规矩来说，一切嫁娶聘婚都应在其后，苑儿不敢逾矩。这侯府的婚事，对你一个庶女来说是天大的福分。你先嫁去，等选秀之后再操办。福气啊，这么好的福气，怎么不让你女儿去？如此好的婚事，苑儿哪有不从的道理？好，哼。你懂事就好，退下吧。哼，算他识相。娘，您为何骗他去冥婚啊？瑶儿，那侯府可是跟太后沾亲的，只要利用他攀上太后，今年选秀你就能独占鳌头了。可是陛下不是早已不纳新人了吗？如今啊，陛下登基15年，后宫一无所出，他已经过继了清河王孙为太子。我听说呀，今年选秀，他有意为太子选妃。既然你们想利用我的婚事嫁入太子府，那我就先一步嫁给太子，让你们的美梦落空。紫允，你心中可有心仪的太子妃人选？皇叔，父皇，儿臣听凭父皇安排。太子妃人选事关国祚，定要选个品貌端庄、德才兼备的女子。父皇教诲的事，儿臣谨记于心。按照原著剧情，太子曾在礼服时遇刺，为了获取他那疯批父皇的信任，不惜以身挡剑，受了重伤。只要我先一步救了太子，有了这个救命之恩，还怕换不来太子妃之位？父皇小心！快走！狗皇帝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，那就要看你们没有这个本事了。受死吧！
杀的死相公，喝几两黄汤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。让你少喝点，少喝点，偏不听。你们有没有看见一名带伤的男子跑过？带伤的男子？哦，好像往南边跑了。几位爷是这寨的吗？追！果然，书里的反派智商都是充话费送的，说什么都信。都说太子殿下谦谦君子，温润如玉，今日一看，果真。说，你是何人？等在这里有何目的？果真一派胡言啊！重死了！什么？奴才亲眼所见，绝不会看错。二小姐将一个男人带回了翠玉轩，早就知道他不是个省油的灯，跟他那个贱人娘一样，当面一套背后一套，现在还学会偷人了。这可真是他自寻死路了。娘，不如我们这样。倒真是秀色可餐呢。哇，这线条，这手感，书里可没说太子身段也如此销魂啊！这波儿血赚不亏啊！要醒了，要醒了！看呆了吧？殿下，您醒了，身上的伤还痛吗？殿下，他是把朕认成了太子。你知道我的身份，那为何正好救了我？总不能说我是为了抢太子妃之位蹲点救你吧？顺路瞧见了就救了。至于身份，你穿的就跟别人不一样嘛，只有天子才会用龙纹。哎，这点常识我还是知道的。你在说谎，让我猜猜，你是想攀龙附凤呢，还是另有所图？我没想谋划什么，我只是想快点离开江家。江家的人都不喜欢我，他们还说要把我给死人当小妾。我说的句句属实，不信你找个江府的下人一问便知。啊！你嫌我脸油，我还嫌你手汗呢。江时月，江时月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在婚前偷人呢！跟我说。是。姐姐、母亲、父亲，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我原以为你也就是貌丑无颜、愚笨如猪，没想到你这骨子里还如此下贱淫荡。
老爷，我身边的丫鬟亲眼看见他带了野男人回这阿扎地方行苟且之事呢。老贼婆，勾引奸的，哪有什么野男人？或许是最近府里有野狗觅食，他看晃了眼。巧言令色，看你还敢狡辩！娘，肯定是藏起来了。爹爹，把江府翻个底朝天，掘地3尺，必然能把那个奸夫给挖出来。父亲，女儿受点委屈不打紧，可这偷人的名号要是传了出去，别人会怎么想啊？别人一定会说父亲家教不严，家风败坏。御史台那些大人们最爱听这种八卦了。你胡说什么？阿月很快就要嫁去侯府。可是，瑶儿，恭送父亲。哼，走。人呢？该不会是摔死了？说谁是妖？是我，我是狗。喂，刚才你都听到了。你的胆子倒是不小，别叫，我不喜欢。杀谁？杀我！好啊。我还没说完呢。你还有什么遗言？杀了我，你可能会成寡妇。此话从何说起？其实我对你一见钟情。古话都说救命之恩当以身相许，我救了你，你能不能娶我呀？我发誓，只要你娶了我，你那10个妾8个妾我都不会管你的，哪怕是小太监，我不会多说一句话。为了不跟棺材板躺一块，我这张老脸豁出去。他果真另有所图，痴心妄想。不过，你若想寻个靠山，当今天子95至尊，岂不是更能护你周全？太子殿下，你就算再怎么不想娶我，你也不能把我推给一个体弱多病、性情乖戾、杀人如麻的变态吧？变态？说他变态都是在夸他。你是不知道，坊间传闻那个谢渊青面獠牙，眼冒绿光，一出现能治小儿夜啼。反正他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混蛋大魔头。怪我，我差点忘记了，他是你名义上的父亲。我不该这么说他的。无妨。若让他知道你刚才的肺腑之言，你猜会如何？那他肯定会把我大卸8块。太子爷，您形象好，你人帅心善，你肯定不会告诉他的，对吧？哼，那是自然。那就好。我们聊了这么久，我肚子都饿了，你等着，我去给你拿点好吃的来。殿下，整整2日了，父皇可有消息？属下无用，只在坊间寻到陛下的外袍，刺客已吸收擒获，正在严刑拷问。父皇13领兵，是7挂帅，他凭边役匈奴，几个小小刺客于他而言算什么？不用再问了，敢伤他的，一律处死便是。是。
选秀在即，父皇迟迟不见身影，该如何是好？太子何事如此忧心？父皇，儿臣参见父皇。太子为了救朕，身受重伤，不必多礼。只要父皇无碍，儿臣愿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只是不知这2日父皇去了哪里，儿臣心急如焚，日夜难安。饭来了，你一定也饿坏了吧？怎么这样啊？昨儿连声招呼都不打。本王也允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他答应娶我了，从此以后不用被钉棺材板了。等到7日之后的选秀，我就能咸鱼翻身，从此摆脱原著的悲惨命运。众秀女在此等候。是公公。这等容貌，这等气质，真不愧是当朝宰相的亲孙女，相国公府的千金。太子殿下见了，定然倾倒在姐姐的石榴裙下。人人都说太子殿下俊美无愁，金贵无比，我看除了瑶儿姐姐，也没有人能配得上了。世间竟有如此绝色，天生媚骨，我见犹怜，这才是真正的绝世荣光，天仙下凡呀！这是哪来的小贱人，居然敢抢我的风头！嘉兴知府之女叶灵犀，相国公府嫡女江瑶儿，相国公府2小姐江时苑。你是江时苑？不可能！江时苑相貌分明粗陋不堪，怎么可能会是如此美貌的女子？你究竟是谁？这般容貌，怎么可能是江时苑那个丑妇？姐姐啊，你连妹妹都不认得了吗？我不管你在耍什么花招，我奉劝你，赶快给我滚回去！你一个卑贱的庶女，给我提鞋都不配，还妄想当太子妃！月儿不敢妄想。只是今日乃陛下亲临为太子选妃，姐姐如此高声喧哗，举止失仪，若龙颜因此震怒，又岂是你我可以担当的？宣江瑶儿、江时苑等6人觐见。臣女参见皇上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放肆！皇上未允，安敢直视天颜？凶什么啊！一个糟老头子，我还不稀罕看！难道父皇想让我选此女？他当真一点都不明白我对他的心思吗？太子，朕看此次觐见的秀女，倒是有不俗之人。父皇所言甚是，儿臣也有中意之人。哦，是哪家秀女这么有福气，被你看中了？看来父皇对她甚是满意。儿臣愿选此女子为太子妃。好
是一个装模作样的小贱人，跟你那个死去的贱娘一个德行，真是心机深沉的贱胚子。心机深沉，那可真是比不上您啊！想让我嫁过去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侯爷家的公子坟头都3尺高了。你居然敢一直抓丑骗我们，我要撕了你的嘴！你疯了吗？你竟然敢打我！就是专门挑今天打你。来人，给我上家法！谁敢？实话告诉你，我早就与太子相识，情非泛泛。你们敢动我一根手指头试试？好啊，好得很。你真是能装会演，连太子的床都爬上去了。看来我们之前真是小看你了。圣旨到！母亲，太子殿下不会真的选了他吧？他这般笃定，献祭旨。忍了这么久，我终于要咸鱼翻身了吗？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兹闻国公府之女姜氏娴熟大方，品貌出众，朕公闻甚悦。今太子年已弱冠，是婚娶之时，未成佳人之美，特将姜氏长女姜瑶儿许配太子为太子妃。一切礼仪交由礼部操办，则良辰完婚，经此。娘，你听到了吗？是我，太子殿下选了我。听到了，我的儿，快接旨谢恩呀！臣女姜瑶儿叩谢陛下隆恩，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奴才恭喜姜主子，不日将入主东宫了。为什么？他明明答应我的，难道不管我再怎么努力，都没有办法改变原书的命定剧情吗？刚才你不是还很嚣张吗？怎么哑巴了？贱人！现在怎么不废了？今天你们就算打死我，我也绝不会屈服！好，你还想往哪儿跑？如今还会有谁来救你这丧家之犬？算了，好汉不吃眼前亏。其实我刚刚就是得了失心疯，我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。哼，现在知道错了，晚了，动手！圣旨到！怎么还有一道圣旨？一定是陛下给你的赏赐。国公府接旨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今有国公府次女姜时苑，姿容端丽，性情温婉，才情出众，有兰芷之情，柳絮之柔。今特册封为昭妃，赐居琼华宫，命礼部筹备典礼，择日举行册封之礼，钦此。昭妃，这怎么可能啊？不可能，这一定是搞错了。陛下怎么可能封这个卑贱的庶女为妃？她算什么东西？太子妃慎言，皇上金口玉言，岂容置喙？慎言，让一个庶女爬到我头上作威作福，难不成以后我还要叫她一声母妃吗？对呀，嫁给皇帝，辈分碾压。这位公公，我且问你，身为皇上的妃子，教训一下这位不懂规矩、以下犯上的太子妃，是否应当？回娘娘，皇上口谕，只要昭妃娘娘想做的事，无有不当。好，甚好，我也能做一回长公主呢。来人，把她给我按住！是娘娘。你敢？我可是太子妃。我是你母妃，乖，叫一声母妃听听，叫得好听了，说不定我就放过你。贱人，真是自找，哼。
妃手牵着呢。娘，救我！你这个贱人，你给我住手！哦，差点忘了你。一别说我厚此薄彼！这一巴掌是赏你的。哦，亲手打了50巴掌。是啊，皇上，奴才看的是真真儿的呀！哎，就这个，左一个巴掌，右一个巴掌。这江二小姐不对那个昭妃娘娘，都说她性情怯懦，没曾想下起手来，这真不含糊呀！派龙永卫暗中盯着，他有任何异动，随时来报朕。朕倒是要看看他所图为何，怎么就这么巧出现，还救下了朕，好像提前知道了一样。奴才遵旨。对了，皇上，刺客一事，龙隐卫已查明是东宫的人。朕知道了。皇上，您为何毫不吃惊？子远这太子之位做得不稳，还有什么比救驾之功更能笼络人心、拉拢朝臣吗？那皇上打算如何处置太子？子不教，父之过。子远毕竟是朕亲手带大的，更何况他还给朕带来了一个惊喜，不是吗？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这簪子好看吗？小姐戴什么都好看。陛下，龙隐卫监视昭妃娘娘多日，未发现什么异常。此女子心机深沉，最善蛊惑人心，绝不可掉以轻心。是。还有3日就要进金丝笼了，这样的快活日子不多了。小姐还有什么想买的吗？你先帮我把这些战利品全都运回府里，我自个儿再逛逛。小姐，阿远，好巧啊！巧，这背信弃义的狗男人还敢出现在我面前！太子殿下这是做什么？不做什么，本王只是感叹与江二小姐有缘，走到哪儿都能碰见。太子殿下早就喜结良缘，跟我谈什么缘？祝您和太子妃早生贵子，百年好合，儿孙满堂。告辞。吃醋了？吃你大爷的醋！我这沙包大的拳头，你吃不吃啊？你这是要干什么？听说你今天用这双手把太子妃的脸给打了。怎么，你也想尝尝？没问题，满足你。殿下，你我有缘无分，从今以后，我要待在皇上身边，获得他的欢心，成为他最宠爱的女人。别走，抱住我，强吻我，告诉我哭过意识过，我只要你。电视里不都这么演的吗？好啊，啊？我可以帮你。帮我什么？帮你获得皇上的欢心，成为他最宠爱的女人。你愿意？乐意之至。死渣男，别让我再见到你！什么玩意儿？皇上，昭妃娘娘她……
朕知道他图什么了。他图我，此女子心悦于朕。怎么可能？你想太多了吧？小姐，太子殿下如今另娶旁人，您难道就不伤心吗？我哪有那么多心可伤啊！别用青春倒插腰，爱情哪有银子香啊？小姐，时辰到了，奴婢伺候您更衣吧。哎，快看，两位小姐出来了！出来了！真好看，这种太亲娘子。陛下，已经按您的吩咐，将聘礼送去了江府。人接过来了。是在琼华宫已经歇下了。给朕再加些香露。他费尽了心思，不就是缠朕的身子吗？小小要求，未尝不可满足。张妃娘娘，您看这点还成吧？一应用度都是顶好的。皇上心疼您，让您呀先舒舒服服住着。您要是缺什么少什么，您就吩咐奴才。挺好的，挺好的，让皇上费心了。娘娘满意就好。那奴才就先行告退了。劳烦公公了。古董，绝对的古董，要是顺出去一件，主子，今晚这事情怕是跑不了了。原书上说，谢渊最讨厌矫揉造作的女人。今晚我就教给他看，作给他看，让他以后对我退避三舍。皇上驾到！如何？啊！朕是说，朕如何？陛下天人之姿，那定能将娘娘迷得七荤八素、五迷三道。夫君，看来有人要开始耍心机了。Round 1。夫君，是你进来了吗？夫君，你怎么才来呀？人家可都等你好久了。你唤朕夫君？这个破房间那么暗，眼睛好几百度看不清啊！哼，陛下不喜欢这个称呼吗？臣妾觉着唤夫君显得更为亲密些。陛下若是喜欢别的，臣妾也可以唤您相公、青青、心肝、宝贝儿，看我恶心不死你。
可以。哦，夫君心肝宝贝儿都可以，朕都很喜欢。是我有问题了，还是他脑子出问题了？看来我得使用下一招。夫君，都说春宵一刻值千金，要不喝了这杯合卺酒，我们快点做正事儿吧。不必了，爱妃看来是等不及了，那直接洞房便是。天杀的，他还不明白我的意思吗？爱妃为何一直以纱遮面？月儿脸上出了红疹，怕扫了夫君的兴致。朕不介意，爱妃如此替朕着想，那朕今晚更该好好疼你才是。疼我？今天就算是豁出去，也绝不能给老男人赔礼。原来父皇喜欢这样的女人，可是凭什么？我费尽心思都得不到父皇一点点怜惜，他却轻而易举就得到了，真是好过分呐！殿下操劳，妾身特意。江时月，那画上的人是江时月。你怎么来了？殿下，新婚之夜，妾身听说殿下还在处理政务，便亲自煮了百合莲子粥，最是清心降燥。不用了，你走吧。虽说皇命难违，殿下还是要注意身体，不可操劳。出去！以后没有本王的旨意，不得擅自进入书房。江时月，你这个狐狸精，竟敢背着我勾引太子殿下，我定不会让你好过。主子，你们要干嘛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皇命难违，搞一个皇命难违！主子，这是皇上差人送来治疗伤寒的药，您快些喝吧。您说您这侍寝怎么还生病了？是什么寝呀？我醒来一个人躺在冰冷的大床上，头疼的要死。这茶水有点涩。你说你这都入宫了，怎么日子过得还是如此寒酸？谁让你喝了？你这咸猪手和你这猪脑真是配呀！你江时月，我看你还能得意到几时？等皇上发现你的真面目之后，你就等着被打入冷宫吧。我什么真面目啊？你真以为你和太子殿下那点见不得人的勾当无人知情吗？我与太子殿下清清白白，毫无私情。如今既已入宫为妃，我就是皇上的女人，容不得你半点玷污。清清白白，毫无私情。哼，若真是清清白白，太子殿下又为何会留着你的画像？太子留着我的画像？你这个水性杨花、不守妇道的贱婢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还敢嘴硬！今日，本妃就要把前几日所受的屈辱连本带利10倍奉还。桑葚，把鞭子拿来！哼！
来人，将太子妃送回东宫禁足。没有我的旨意，任何人不许放她出来。是。不是吧？我就是怼了蒋瑶儿2句而已，你就要这样舞刀弄剑的？哎呀，不敢了，不敢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拿着。你不是想讨皇上欢心吗？当今圣上最不喜柔弱可欺的女子，本王教你如何让人再不敢欺你分毫。现在你来，我来就我来。阿苑这投怀送抱的本事，倒是比剑术强上100倍。谁投怀送抱啊？明明是你撞上来的。你是不是偷藏我画像啦？什么？没什么。殿下，今天多有打扰，我就先告退了，拜拜。皇上，把太子换了。是。儿臣参见父皇，不知父皇叫儿臣前来是有何要事？来陪朕下盘棋吧。是。听说太子最近画术有所精进，画起人来也是惟妙惟肖。让父皇见笑了，儿臣只不过拿来练手罢了。太子虽是宗室旁支，但朕对你抱有厚望，不要耽于玩乐，让朕失望。儿臣不敢。回去把画像都烧了吧。是。父皇唤我来，居然是为了他。小姐别打了，小姐，殿下瞧见又会不高兴的。他本就不喜我，无论我做什么，他都不会高兴的。这一切都是江时苑那个狐妹子惹的祸。殿下不过是一时昏了头，等他想清楚了，一定会回心转意的。对，你说的对，都是因为江时苑。要是他不在，殿下就会发现我的好。可如今皇上正宠着那个小贱人，咱们又能做什么呢？我们收拾不了他，总有人能收拾。明日我就要入宫面见太后。太后息怒，要是气坏了身子，瑶儿万死难赎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瑶儿怎敢欺瞒太后？妹妹她早已有心悦之人，入宫为妃实属无奈。至于腹中是否已经怀了那人的骨肉，瑶儿也未可知。江时苑，他怎敢如此嚣张，置皇室威严于何地？瑶儿每每想起此事，便日夜难安，所以今日前来，就是特意替妹妹向太后请罪，还望太后可以从轻处罚，饶她一条命。皇帝可知晓此事？陛下知晓，但是陛下甚是喜爱妹妹，对这点小事倒是毫不在意。荒唐！苏嬷嬷，去将昭妃给哀家叫过来。既然皇帝不会管教他的妃子，哀家就替他好好管教管教。是。
来吧！太后娘娘约了昭妃娘娘觐见。传太后口谕，什么时候这盏茶里的茶干了，您什么时候就能起来了。昭妃娘娘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太后赐你的茶水，你全洒了。来人！皇上驾到！阿渊，阿渊，封锁慈宁宫，没有朕的允许，一只蚂蚁都不许放出来。这皇帝，太后娘娘，您都瞧见了，陛下如今被那江时院彻底迷了心智，当真是什么也不管，什么也不顾了。哀家绝不允许这个狐媚惑主的东西留在皇帝身边。他怎么样了？回皇上。娘娘并无大碍，就是跪久了，这才晕倒的。但微臣开2副调养的药，将养2日就好。他方才吐血了，怎么会无大碍？这微臣也检查了，娘娘吐的不是血，而是糖浆。娘娘吐的不是血，是糖浆。就会耍这些小手段。娘娘手腕处的擦伤须得按时用药，这是外伤用的药膏，每日涂抹3次，不出1月即可痊愈。膝盖呢？可有伤？娘娘提早备好了护膝，膝盖暂时并无大碍。这准备的倒是挺周全的。哼，知道了，下去吧。臣告退。照顾好他。是皇上。体弱多病、性情乖戾、杀人如麻的变态吧？说他变态都是在夸他。坊间传闻那个血院青面獠牙、眼冒绿光，死渣男，别让我再见到你！主子，你终于醒了。主子，你还有哪里不舒服吗？头，我觉得我的脑袋摇摇欲。太后娘娘，您说皇上要把我们关到什么时候啊？这太子殿下晚上没等到我，恐怕会夜不能寐啊。太子妃莫急，陛下最重孝道，定不会为难咱们。太后娘娘，求您向皇上求求情，求求妾身吧，娘娘。皇帝，杨二身为太子妃，当众被这样廷杖，说出去可还有什么脸面？哀家觉得，母后，你罚昭妃跪3个时辰的时候，可曾考虑过她的脸面？
昭妃性子要强，若朕今天不为她出口气，恐怕回去要跟朕闹脾气。你母后也不想朕为难吧？打满6个时辰，送去佛堂，为皇室抄经祈福。是。疼吗，主子？还行。快！朕来吧。还知道疼啊？朕教你的，学到狗肚子里去了。怎么办？该说些什么？是要装作不知道吗？他既然没有告诉我真实身份，想来是不希望我知道。况且我从前的种种行为，死1万次也不够啊！你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，发烧了吗？不是，我什么事儿都没有，就是见到殿下太开心了，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。哎，刚刚不是有人说皇上来了吗？皇上呢？皇上去哪儿了？你猜，皇上现在在哪？无论此刻皇上在哪，他都在天下万民的心中。我大周得此明君，一定会流芳百世，名垂千古，扬名立万！哈哈哈哈！你之前不是说他是个性情暴戾、杀人不眨眼的变态吗？闭嘴！我的意思是，从前是我心胸狭隘，不识好歹。皇上在我心中那是天上明月，人中龙凤，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在我面前说他半句坏话。你倒是挺护着他。把药喝了。多谢殿下赐药，在下先行告退。哎呀，皇上剑术又进境了。最近琼华宫可有什么异动？他有没有问起朕？哎呦，还真没有。娘娘整日爬树遛鸟，日子滋润的很。爬树遛鸟，还什么还滋润？不过皇上，依奴才看，娘娘心里还是想着皇上的，只是碍于地位和颜面不可言说，只能强忍相思之苦。也罢，那朕便去解解他的相思之苦。得嘞。主子，要不别爬了吧，太危险了。没事，我从小爬到大的，从没摔倒过。主子，你吓死我了！我就跟你说吧，我脚可稳着呢，就算这个梯子坏了，我也不会倒下去。
姐，紫禁城的风水果然养人呐，小奶狗。微臣参见昭妃娘娘。不必多礼，不必多礼。是不是刚刚扶我的时候扭到了？我让人送你去太医院吧。可能脚踝伤到了，微臣瘸着这条腿也能回去。这怎么能行啊？刚才多亏了你，不然我就摔伤了。福灵，快让人准备马车，送这位大人去太医院。是。那便有劳娘娘了。走，我扶你先进去休息一下。的确过得很滋润啊。的确过得很滋润哈。陛下，娘娘不过是好心罢了，道完谢就走了。慢点。朕看他是起了色心才是。大人是在哪个宫当差？我入宫许久，从未见过你。微臣是乾清宫的侍卫。乾清宫，那可是魔王窟，你太可怜了。能在皇上身边当差，是臣子的福分。我今天出来的比较急，没有带什么东西，耽误了你当值，实在不好意思。这个镯子值不少钱，就当是我的赔礼啦。那臣便收下了，多谢娘娘。朕认识他这么久，他可曾送过朕什么？没有。不过也是，她想嫁的人本就是太子，而并非是朕。你说话好有意思啊！不过现在天色不早了，我该回去了。今天多亏了你，以后有什么需要，尽管来琼华宫找我。我先走啦。微臣恭送娘娘。转了一天，累晕了，一会儿谁来都别喊我。是。知道回来了。您这么晚怎么过来啦？白儿见你与旁人言笑晏晏，相聊甚欢，怎么到了本王这儿就是这个待遇了？你白天也在御花园？好巧哦。怎么，打扰到你们了？没有啊，不后人，先跑吧。就这么怕我？我警告你啊，我现在是你父皇的女人，你要是亲我，就是大逆不道。不知父皇唤我过来是有何事？太子殿下，进去吧。放开我！你让我放开你？当初你是对我一见钟情，让我以身相许的时候，没见你这般无情。现在让我放开你，你不知道，入了紫禁城，心里就不能有旁人。你一个有妇之夫，凭什么来管我的事？我现在就告诉你，凭什么？石原，我……你无耻啊！完了，一时没忍住又招呼上去了。你
你这点骨气，倒是全用在我身上了。如果我说你脸上刚才有蚊子，你信吗？这镯子就当是送我的。你穷疯了？抢我的东西做什么？是送。这是个活爹！你没事吧？这个首饰是何意？皇上这么问，想来跟昭妃娘娘有关。依奴才之见，这首饰定是表达爱慕之意。原来如此，说得好，赏。父皇明明是我的，我的！既然得不到，不如干脆毁掉好了。生是我，死也只能是我的。殿下，太后娘娘又派人来了。太后想利用我，除掉父皇。父皇想利用我，牵制太后在朝中的势力。哼，你说，我让他们谁如愿比较好呢？真是好不甘心呐！就这样被人抢走了，得想办法夺回来才是。殿下想怎么做？传言给太后，本王决定与他合作。7日后香山祭祖，就是最好的机会。是。父皇，香山流寇横行，为防作乱，儿臣已点好护卫，定然护得父皇平安。此事交于你，朕再放心不过了。资源，过来，让朕好好看看你。父皇，朕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你还是个半大孩子，现在都长这么高了。父皇恩典，让儿臣又承爵位，待我格外亲厚，远胜于其他亲王。您就是儿臣的天，儿臣再高，也飞不过您这片天去。母后怪朕薄情寡义，客死右地。那你呢？朕想听实话。父皇不是薄情寡义，而是帝王心术。人各有命，死不死都是老天爷一句话的事，与父皇有何干系？况且，您对太后亦是仁至义尽。仁至义尽。子远，朕希望你记住这句话。你是朕的太子，这一点没有人可以改变。你可明白？儿臣明白父皇的良苦用心。下去吧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快！皇上快看，这些都是我在民间搜罗的珍奇玩意儿和画本，都是昭妃娘娘喜欢的。先送过去吧。又是昭妃。过几日去香山祭祖，路途遥远，免得她无聊来打扰朕。皇上，您不就是喜欢昭妃娘娘烦着你吗？皇上，奴才说错话，张嘴。哎，皇上，
香山景色宜人，昭妃娘娘要是知道你带她一块儿去，估计得开心的蹦起来。不去，我不去。主子，能去祭祖可是天大的福气，太后娘娘都没去过呢。这天气那么热，路又那么远，这福气我可享受不了。香山冬暖夏凉，是避暑的圣地，您一定会喜欢的。听说太子也会去呢。哦，正好去看看，真正的太子究竟是谁。我上错马车了。你没上错，就是这儿。抱歉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出发吧。到了。父皇每次到香山，都会去华清池沐浴，让我们的人守好。今夜我会亲自动手。这要是传到皇上的耳朵里该怎么办？回宫以后可不要再这样了。父皇年纪大了，这皇位迟早会到我手，就算他知道了，又能奈我何？牛，狠起来连自己都骂呀！早点休息，本王晚点再来找你。脖子酸，腿也疼，累死我了。茯苓，晚上带你家主子去华清池，泡泡他的软骨头。是。皇上，奴才不明白，您为何一直不让昭妃娘娘知道您真实身份呢？你怎知她不知道？皇上的意思是，难道他可狡猾得很，怎么连你也被骗了？陛下，华清池附近发现不明人士暗中埋伏在林中。阿远，怎么会是他？主子，我去给您拿点吃食。去吧。奴婢参见皇上。你家主子呢？主子在里面呢。看好这里，任何人都不许放进来。是。茯苓，你回来啦！过来帮我梳一下头发。
这趟香山之旅，我总觉得心里很不踏实，遇到的每一个人都不像好东西。你怎么总是这样神出鬼没的？你好大的胆子，在背后非议亲我！你胆子倒是不小，你竟敢偷看你母妃洗澡。母妃？都好了。沾上血了。你受伤了？小伤而已，不打紧。谢渊，谢渊！殿下，香山传来消息，皇上中了我们的毒箭，如今性命垂危，龙吟卫也乱作一团。父皇，没想到我也有算对您的一天，也不枉费了您对我的一番教诲。殿下，要动手吗？你们也配动他？我要他死在我手里，完完整整死在我手里，没有任何东西能阻隔在我们之间。是。找2个腿脚麻利的，把江时院带来，本王有话跟他讲。怎么昏迷了这么久还没醒？太医还有多久才到？昭妃娘娘，此次江山之行并未带太医，要下山去寻，至少要5、6个时辰。我已经命人赶紧去寻了。不行，你看好他，我下山去找大夫。昭妃娘娘，殿下，昭妃娘娘下山，被我们的人瞧见，顺手抓了回来。你们退下吧。是。是你把我抓回来的。昭妃娘娘，听说你是皇上最宠爱的女人，如今皇上身中剧毒，紫禁城易主在即，你不如跟了我，一样可以做宠妃，如何？听上去好像很有道理，我考虑一下。父皇，我早就说过，只有我对你是真心的，我会向你证明这一点。好，只要你愿意当着谢渊的面，亲口承诺归顺于我，将来荣华富贵取之不尽，他给你的，我定会加倍奉上。还是得先弄清楚他的身份才行。可你都不敢以真面目示人，让我如何相信你说的话？不见了！一群废物，不是让你们严密看守吗？父皇怎么就突然消失了？属下们也不知道，我们的人推开门时就没有看到皇上。给我看紧里面的人，千万不能让父皇找到。是。
奸计犯了，救救我！严不严重？兵不厌诈。别跑！站住！你让我站住就站住，当我傻呀？殿下，殿下，你没事，真是太好了。闭眼。皇上，刺客尽已伏诛，听候发布。皇上，你居然是皇上！父皇，山下流匪作乱，儿臣救驾来迟，请父皇恕罪。起来吧。回京。皇上您慢点。皇上，果然不出您所料，太子动手了。天下只有一个皇帝，乱臣只需要一个主子。此事过后，太后会更加信任太子。朕要留着他，要把朝中的蛀虫彻底揪出。那门外的人，一个不留。父皇，你的眼里可曾有过半点我的位置？主子，皇上今天又来了，您赶紧起来吧。又来了，去，你就说我生病了，这次是痔疮，不能接驾了，让他回去吧。主子，皇上都来了10次了，您分别患了喉疾、风寒、伤寒、湿疹、腹痛。这是天要亡我呀！这次怎么装也装不下去了。皇上，茶凉了，奴再给您换杯热茶吧。不必了，走吧。也不知道患什么病了，药都留在这儿。皇上，你这又是在作哪门子药？皇上，想到之前对您的万分不敬，这几日着实羞愧的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眠。陛下，皇上，是我错了，是我以前有眼不识泰山，我不该骂你是变态，不该骂你长得丑，不该踩你的脚，不该对你不敬。要是我早点知道你的身份，绝对你不早就知道了吗？或者说你从一开始就知道？看来不是，说说吧，是怎么发现的？其实我晚上一看天就知道啦。陛下这般隆重奉姿，想必一定是九重天下的神仙下凡。我夜观星象，见紫微星暗淡，就知道陛下是哪门子神仙啊。我这马屁拍得够响了吧？你少给我来这套！你既早已识破，却为何一直装作糊涂？知道太多的人总是活不长久，况且如果陛下你哪一天心情不悦，我这项上人头起飞不保。看来是朕以前对他太凶了。朕明白了。皇上，把我宫里的厨子都给他送来。
再过3日便是他生辰，在御花园备上些他爱吃的。奴才遵旨。主子怎么样了？傅良，你手臂下摸我的头，是不是在暗示我？暗示？这是何意啊？他想要取我的脑袋，以儆效尤。这是娘娘，娘娘，皇上说3日之后便是娘娘生辰，要邀娘娘一起去御花园共饮佳酿。最后的晚餐啊！对，是这意思啊！娘娘，主子，娘娘，你醒醒啊！皇上，在臣妾心中，你就是天底下最俊俏的儿啦。阿月，可君让臣死，臣妾不得不死。我只想问你一句话，爱过，就算死在你的手上。不，阿月，不，朕不会让你死。主子，你让我准备的事情都准备好了。成败在此一举。Action！ 夜宴准备的怎么样？皇上，都按您的吩咐准备下去了，娘娘定会喜欢。对了，皇上，近日琼华宫兴师动众，声乐不断，甚是热闹呢。他爱闹就闹吧，只要别太过火，朕都随他。龙云卫急报，陛下，不好了！琼华宫传来消息，娘娘她……她怎么了？娘娘她喝毒药自尽了。阿月，皇上，你可真，其实在我心里，你是天底下最俊俏的儿郎，我心里当真是对你十分仰慕。可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臣妾此次一去，便是真正的天人永隔，再无相见之日。这段时间能与你相伴，如今就算是死，也死而无憾了。皇上，皇上，节哀呀！主子临走前唯一的嘱托就是让您不要伤心，希望你原谅他从前的过错，从头再来。从头再来？是，主子说，如果再给他一次机会，他一定不会再认错人，更不会对您说那些狂悖之语。朕明白了，他素来都爱自由，不愿一生困守在紫禁城。朕决定要将他火葬，把他的骨灰撒向大江南北，让他无拘无束的活着。火葬吗？是他想要的，朕都会成全。德全，命人准备火把。阿渊他怕疼，把火烧得旺些，让他免受皮肉之苦。这玩脱了。皇上，我是在做梦吗？怎么还梦到你了？一定是我太想你了，所以产生了幻觉。朕是不是太惯着你了？陛下，一定是我对你的情意太重，感动了上苍。不如今夜过后，我们之前的种种
就一笔勾销，可好？好，认准了。这是几个意思啊？江时院，是不是在你眼里，朕就是一个铁石心肠、毫无容人之度的皇帝？只要你逆我意，朕就会砍你脑袋。难道不会吗？初次见面时，你就说我性情乖戾、残暴嗜杀，是不是无论我做什么，都无法改变你的看法？大哥，原文整整100多万字的铁锤，我不得不信啊！罢了。其实他好像也没有原书里说的那么残暴，对我也还挺好的。皇上，这，我赶紧去叫太医吧。等等，不必上上。吐血！皇上年少登基，日夜操劳国事，身子本就有疾，加之香山一行又中了我们的毒箭，怕是活不了多久了。父皇那样的人也会死吗？茯苓，我问你啊，如果你有一个朋友，他做错了事，他把他的夫君惹生气了，应该怎么办？那您的朋友是怎么惹他夫君生气的？我的这个朋友总把他的夫君想得很坏，对他有偏见，所以见到他就害怕。不过现在没那么怕了。您可以让您的朋友把自己最重要的东西交给他的夫君，然后表明心意，或许他们就能和好了。茯苓，你真聪明，就按你说的去吧，快去把我的匣子拿过来。那匣子是您攒了很多年的银两，怎么突然要拿它？你快去，然后再带上2瓶酒啊！好。昭妃娘娘，您来了。谢渊在里面吗？我有事找他。这几日朝政堆积如山，皇上还没歇下呢，我这就去给您通禀一下。不用了，我进去等他回来。江时院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谢渊，你来了呀？你找我有何事？我是来满足你的心愿的，过来陪你睡觉觉。少来这套！干嘛？你不想跟我睡觉觉？我的身材可好了，不信你看看。你喝多了，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。这些事等你清醒再说。不行，只有这一次机会，我哄哄你，明天就没戏了。哄哄我？你的模样甚得本宫心意，跟了我，以后对你好。怎么对我好？保管你吃香的喝辣的，一生荣华富贵享之不尽。这
这些都是本宫的老婆本，你可收好啊。阿苑这么大方，收了我的东西，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，得好好伺候我才行。娘娘要让我怎么伺候你？伺候人你都不会，那我来给你示范一下。学会了吗？就这样。朕定然伺候的娘娘身心愉悦。醒了。我们如你所见，你昨晚强迫了我。不可能，我怎么会强迫你啊？你这么大一个人，难道不会抵抗的吗？你昨夜热情似火，让我如何抵抗得了？怎么后悔了？没有，我老婆本不都在你这儿了。那看来是我昨晚不够卖力，没让娘娘满意。那我们再来一次。大白天的来什么来？谁说白天不能来了？太后娘娘，太子妃跪在门口求见。她肚子到现在都没个动静，连太子都收服不了，留着她还有何用？哀家也帮不了她，让她回去吧。是。母后倒真是深谋远虑。皇帝，你何时来的？也不叫人通传一声，哀家好让御膳房备些你爱用的茶点。如今四下无人，母后不必再做这母慈子孝的戏码了。不知皇帝今日来找哀家，是有何要事？儿臣特来谢过母后。谢哀家何功之有？若无母后在香山一事上推波助澜，太子又怎敢放手一搏？他不放手一搏，朕又如何能顺藤摸瓜，揪出您精心安插在朝堂的耳目？你此言何意？母后以为呢？你是故意的，你拿自己当诱饵，利用香山刺杀，诱太子收权，实则是为了架空哀家。谢渊，你想做什么？你究竟要干什么？朕不过想肃清朝纲，还大周一个海晏河清。好手段，好算计，哀家机关算尽，竟还是着了你的道。母后过意。可你赢了哀家又如何？你赢不了天，赢不了命，你坐拥这万里江山，却注定断子绝孙，到头来还不是要拱手相让？可笑，当真可笑至极！朕倒想如母后所愿，可惜你下毒的手段实在太过拙劣。此话何意？不可能！你一定是在诓我。每一碗药，孙嬷嬷都看着你一饮而尽，一滴不剩。你骗我！
你定是在骗我！母后以为你送给朕的药，朕又怎敢喝？传朕旨意，太后因追念先帝，不慎癫狂，自愿削发修行，永驻皇陵，为社稷祈福，伴先帝长眠。你以为除掉我你就会好过吗？你就是个灾星，你注定一生孤苦，断子绝孙，拉着身边所有人一起不得好死，你也不得好死。朕不会。皇上不好了，少妃娘娘她这次真的出事了。阿远他怎么样了？回皇上，主子最近一直睡不好，还经常干呕头晕，已经请太医来了。参见皇上。如何？如是说。恭喜皇上，贺喜皇上，娘娘此脉如珠走盘，定是喜脉无疑。喜脉？是啊，娘娘也有月余生孕了。此事你务必守口如瓶，不要让旁人知道。皇上放心，臣明白。臣这就去给娘娘开副保胎药，请娘娘按时服用。下去吧。是。这人怎么又一副苦瓜脸？谁又惹他了？来，阿远，你感觉怎么样？还想吐吗？还有哪里不舒服？有什么想吃的？朕现在就命人去做啊！我没有不舒服，也不想吐，更不想吃东西。哦，他的手怎么出了这么多汗，还在发抖？谢渊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朕只是太高兴了。你高兴怎么是这个反应啊？我还以为你要去母留子，当场把我斩立决呢。怎么会？难不成真的不喜欢小孩子？谢渊，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不睡啊？阿远，这样他父亲了。我说陛下，太医上午诊的，你怎么到晚上才反应过来啊？不可能！父王这么久都无所出，怎么可能会突然有孩子？
殿下，是我们派去的人传来的消息，绝不会有错。你这个杜甫，你又想搬弄什么是非？殿下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若真让姜时月生下了皇上的孩子，这个皇位还轮得到你吗？这个孩子绝不能留。小心，来，哎，你别起身，当心些，让朕来。谢渊，你这一天天的也太夸张了，吃饭不让我动手，走路不让我动脚，现在你哪怕睡觉也……你跟我说实话，是不是比起我，你更在意我肚子里面的黄色？我就知道是这样。如果不是你的孩子，对朕而言毫无意义。真的？你以为我是你啊？竟会说一些假话来哄人？朕何时骗过你？好了，乖，快睡吧。啊，朕还有一些任务要处理，晚些再回来陪你。我就在这里等你回来，我不会先睡着的。快些睡吧，你不用等朕。请娘娘节哀，皇上在香山中了毒箭，伤及肺腑，如今已药石罔顾，老臣也没有办法了。娘娘，身怀龙嗣，千万要撑住啊！他还没有醒，我不会有事的。娘娘，他还有多少时日？如果好的话，或许能撑半年；若是不好的话，不过月余。知道了，你们都退下吧。娘娘节哀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守好你，我不会让你出事的。小探子好像走了。怎么样？我演的还不错吧？情真意切，还不错。不过动作上还有瑕疵。你要亲的不是这儿，是这儿。
殿下，殿下，我们的人已经包围了紫禁城，皇上还在昏迷中。命太医悉心照料，好好医治。除了本王，没人能决定他的生死。昭妃呢？你们怎么能有孩子呢？是。喝了这碗药，等你肚子里的孽种没了，本王依然会封你为后，让父皇看清，他喜欢上的是个什么样的女人，究竟谁才是真正在意他的人。谢资远，你骗我！怎么是你？江时月呢？你明明答应我，等除掉那个贱人，就封我为皇后。谢资远，你言而无信，你不得好死！子允，父皇，你又骗了我一次。我早该知道没这么容易。你们故意演戏，假装重病，逼我孤注一掷，交出全部兵力，好将我一网打尽。朕给过你机会，很多次。将太子打入天牢，以谋反罪论处，太子妃即刻杖毙。江时月，你夺走我的一切，一起死吧！带走！我看谁敢！我看谁敢！父皇，我们所有人都是你棋盘上的棋子，成王败寇，我无话可说，可是我不认。我曾经相信过你说过的每一句话，可是得到的却是利用，从头到尾，你对我都只是利用，是你驳我。子越，父皇，这把剑当年是你赠我，可保平安，镇山河。如今我一并还于你。我小时候怕你不要我，长大后怕你失望，已经心思只想让你高看我一眼，可你眼里从没有我。父皇，原来做你的儿子这么难，
这么难打？陛下，犬子无能，战死沙场，陛下大恩，非但不怪，还愿意让幼孙袭爵，谢陛下恩典。你父亲战死沙场，怪朕让你父亲去沙场吗？小皇叔，我不怕，父亲是大英雄，会流芳很久。我以后也要做父亲那样的大英雄。主子，太医千叮咛万嘱咐，说您产后体虚，脾胃虚寒，忌生冷。这冰西瓜是万万不能吃的。等会儿皇上知道了，又要念叨您了。那就不让他知道好了，反正他现在在上早朝，我们速战速决。不让我看到什么？没什么，这小子今天倒是挺乖，不哭不闹的。快抱过来，让我喂他吃点东西。可不能让你抱，还是朕来吧。上次你非得要喂他吃你新调的米糊，害他哭了2个时辰，哄得朕手臂都酸了。来，福莲。朕知道你馋了，德全，这些或许够你解馋了。好吃吗？好好吃。你吃饱了，是不是该让朕吃了？要不我们再要个小公主？